有一个患者足艰苦，坐椅也无法度像咱安尼坐，坐伫轮椅爱用手坐，因为伊的瘤伫迄个腹肚，骹颈足疼，无法度坐。我看伊足艰苦，甲安排去住院。过了3天，我知影伊去住院啊，我去甲看，我发现即个大姐呢，坐伫蚊床顶会笑，会食物件，志工摕物件互食会食。我足好奇啊，甲请教，安尼哪会笑啊啦？3天之前你3天之前足艰苦啊，一一心要求死啊，为什么你即摆会笑啊啦？伊甲讲一句话呢，互我印象足深啦。伊讲啊，因为我来遮吼，有被照顾和爱的感觉啦。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讲啊，人足艰苦无毋对，咱看过人生百态，足艰苦。这我足认同，但是咱即摆要探讨的是讲啊，咱是要去讨论死亡的方式，还是善终的照顾的方式，这无共款哦。一个是上好一点，一个是过程。对，死亡的方式足侪方式嘛，包括咱的病人自主管理法也好，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也好，拢是强调自然死，这是一个方式。自杀嘛是一个方式，安乐死嘛是一个方式，即马真热门的这个断食嘛是一个方式，这是死亡的方式。但是我相信，为什么遐尼多数的人会赞成协助伊死亡，还是赞成安乐死，很大的比例？其实我的解读，我的解读，就是咱无希望。过着无品质的生活，生不如死，生不如死的生活，我们不要。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我们可以理解，也可以同理。这些痛苦的人，这艰苦的人，会想要提早结束生命，先解脱者，先解脱，对不？所以咱即马要考虑的是讲，这艰苦的人，咱要哪个照顾？那假使伊袂艰苦，会当继续行落去，完成人生的旅途。安尼就无这个问题啊。安乐死伊要争取的是啥？因争取毋是讲咱缩短这个死亡的过程。我连迄个过程我都无爱啦。伊是讲，即摆我活甲真厌，我感觉做厌气的，做厌气做野生啊！我用个决定我无爱继续活落去无？这个问题来讲，那活甲真野生，但是对医师来讲，迄是恁兜的代，我无爱 license to kill。对，即摆来讲，这是有两个层次哈。第一个层次来讲，确实在即卖的法律内底，你家己决定、家己解决家己的性命，其实是一个罪，是因为伊个过身啊，所以咱法律无去处罚你嘛。可是我帮助你去家己的善人凶手呢？帮助你做这件代志是有罪嘛？吼，这一个代志。所以咱即摆来讲，是不是咱法律爱开一个空间，是讲这个人因为活了足痛苦啊，这个时阵我来帮助伊是会合法的。好，总咱要开这个门，咱来想讲，什么叫做活了真痛苦？啊，是无痛苦，我就是无想要活嘛会使。因为痛苦就拄仔咱律师讲着，有的人是讲我是身体会痛苦，因为我知影我会愈来愈虚弱，我知影我会无办法振动，我剩甲外口沟通，甲剩的这个目睭，安尼我感觉要继续落去。虽然我距离恁讲的死亡可能足久哦，可能1冬、2冬、3冬、4冬。尤其即摆医生才熬着。嘿，你袂讲真紧的死亡，这当阵伊讲我用淡遮家己决定讲我就甲遮就好嘛。是讲有的人伊的痛苦毋是啥，毋是讲我明顶人，伊讲我足疼，真正嘛有人讲伊是三叉神经疼嘛。伊讲我就听了，我感觉无办法啦。伊放电我无办法困，我无办法食，我感觉实在是安尼足痛苦，我不如我就甲遮为止。可是人讲，医疗会讲，这是用个治疗的病，所以我即摆帮助你，毋是讲互你较好的死亡，是我继续你的生命，这两件代志哦。